首先，我為大家介紹 OpenQuiz 調整閱讀材料。呢個工具主要用喺中文閱讀同英文閱讀方面。我哋將任何嘅文章轉化為適合不同年級嘅材料。當我哋登入 OpenQuiz 之後，我哋再選擇練習，然後就會出現小學1年級至6年級嘅選項。我哋再選擇孩子所讀嘅年級。而家我就以小學1年級做一個示範。首先，我哋選擇中文，再選擇中文閱讀。喺閱讀嘅畫面，我哋分別會見到文章標題、文章內容以及重寫按鍵。正如我頭先所講，呢個工具可以將文章轉化為適合小朋友閱讀材料。而相信好多家長都希望自己嘅小朋友多閱讀新聞，但係通常新聞嘅內容就比較複雜，而呢個工具呢，就成為咗你嘅好幫手啦。依家就等我以 Yahoo 新聞做一個示範。首先去到 Yahoo 新聞，我就選取咗一則有關房屋局簡約公屋嘅新聞。選取新聞內容之後，我哋就可以放喺文章內容嘅空格上面。至於文章標題，我哋可以由家長決定加唔加。如果唔加，我哋 AI 嘅工具都會生成一個標題俾小朋友作參考。當輸入完資料之後，我哋就可以按重寫。經過一陣之後，我哋嘅生成工具就生成咗一篇比較簡單嘅新文章，因為要適合小學1年級嘅小朋友。另外，我哋嘅工具亦都生成咗幾條問題，可以讓家長了解小朋友係唔係理解文章嘅內容。而家就等我做一個回答問題嘅示範啦。我喺每一條問題都會選擇第一個 A 嘅答案，然後就會選擇檢查答案。正確嘅答案會用綠色顯示，錯嘅答案就會以紅色。每一個正確答案都會有佢相對應嘅解說，令到小朋友更加明白真正答案嘅原因。如果你想準備一個閱讀小測驗俾小朋友做呢，咁亦都可以透過我哋嘅生成 PDF 按鍵達成嘅。生成咗嘅 PDF 會分開問題同埋答案，家長可以好方便咁打印俾小朋友做，亦都可以方便同佢哋一齊檢查答案。如果你都鍾意呢個功能，快啲申請成為 OpenQuiz 嘅會員啦！